5用，做新闻工作有10多年嘞。其实时下嘅我感觉戏剧、音乐、舞蹈，那是真奇妙嘅。我认识的许多剧场人，没想我用穷下来认识人，穷下去了解剧场嘅世界有一项人呢。一般人讲到剧场，我们都会可能都是一张武侠的。不过看戏听说会睇安尼的素材来看下。有的剧场大师 Peter Brook 有讲过，睇一张马格鲁姆的空的空间地图，有一等人可能那一等人行下过，其实也都形成一张剧场的。我今日的素材题特别办法嘅剥皮料理世界去，都有一出非常匹配的戏睇下做。很用的嘅戏呢，同观众的关很用的呢，两时来体验看啦。本次的展演呢，它是没有观众席的。那在演出的过程中呢，你可以随意的走动。因为重建过铁皮故所，还蛮一批感觉过铁皮的。我是有5年的天数，我更加爱进行一个秘密计划，总统。哦，更加愈系有几多的线索吼，我哋愈系会。理想体重，理想到底有几升？亮了。等一下，那上面的数字是番号吗？亮了。一个又亮了一个，还是要全亮呢？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放上去哦，所以是要找那些拼图吗？是，应该是。放上去，放上去。那第2间在哪里？第2间没有拼图。喂，绿色屏幕前。那亚哈呢？抽牙之间还有一些某 Q 用的意见。我刚刚在这里面有看到一个箱子，会是这个吗？是哎。什么？行动书墙哦。有录影带，还有一袋拼图。耶！动作1，现在请脱下脚上的束缚，接着坐到地板的中心。你除了想我都没有做别的事情。我有画画呀，你看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房子。蝌蚪变青蛙。对。等一下。观众听错会感觉到鬼奇怪，眼上来係睇下看戲，也係睇下參加演出呢。農會有嘗試嘅，如果唱係睇下搞團量嘅，也係搞過關嘅遊戲呢。其實也都係和前支持嘅對話，也出去鬼貼配的展演方式，很多沉浸式展演。我係感覺，這個獻出的一定人過後，如天下太平的呢。最早应该是从密室逃脱，就是我们去年开始很着迷密室逃脱的游戏，然后觉得它是一个沉浸式，把观众丢进去那个空间里面，然后除了解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更多的可能？平常看演出或看戏的时候，观众多半都还是比较被动，就他接收着创作者或者是剧团给的想象、给的画面、给的故事。可是密室逃脱里面，因为有一个解谜跟就是要破关的那个过程，所以观众会很努力的去思考，到底里面给了什么，然后要怎么样达到那个目标。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直都觉得观众可以越主动越好。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打破那个游戏规则？就是观众不能好好远远的看戏就好了，然后演员也好，因为对演员也是很大的挑战。其实我们3个那时候在组团的时候，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创作的方法，然后去找到跟观众，所谓的观众跟
创作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都在想一些从游戏规则出发，然后去看说观众他要怎么样去，比如说自观自己与自观与他人的关系。然后密室逃脱它其实是一个蛮好玩的，就是你可以跟观众之间就是彼此去观察，然后去分享交流一些东西。那因为我们自己也贪玩，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形式，然后去做一个创作的新的灵感或是突破，然后就是算是一个实验的感觉吧。有98%的房屋倒塌或者是倾斜，房间感觉变得很小，小到只有一张单人床垫。台湾的水面创作概念嘅上面后生嘅艺术家，如係明日符合制作社嘅聯合策展人兼劇場導演馮千涵、王定元、張光發。雖然劇團成立能短短嘅1年，但已經發表為亞項一等數人注意、數人討論嘅作品，未得到2位台新藝術獎嘅肯定。今年一定又前來做裝置藝術、視覺空間設計嘅朋友，也嘅後生人其中向下關心注意嘅，就係台灣是發生過嘅一個歷史事件。請進。謝謝。伊個戲係按呢開始嘅。我哋行業嘅總統接見銀行嘅間呢，見到伊哋揾到村子嘅使用人，伊同我哋講總統唔知哪戲嘅，我哋愛對接下來按到嘅關卡當中去尋線索，愛查出來總統攏會唔驚係的。熟悉到嘅完整嘅線索過後，村子又帶大家去到高樓，也個時間我哋能發現到，原來總統有一啲乜嘢，村子其實係總統假扮嘅。一個總統唔驚嚇的嘅故事，感覺係編出來嘅。不過其實台灣喺割讓俾日本過後，嘅當時嘅台灣民主國推薦唐景崧做太總統，還發布為台灣民主國獨立宣言。經過按到密室逃脫團亮嘅同人人互動嘅過程，韓國故事最裡面按顯出新總統案嘅設計，讓觀眾唔到底嘅聽錯會融入劇情底背，還會希望底背改詞嘅意思。因為這出戲其實它是有個歷史的事件當本的，對不對？可不可以談一談這個？就是你們拿這個歷史事件是為什麼？然後希望給觀眾什麼訊息？它算是一個靈感來源，算蠻早期台灣的一個自覺或自主的一個運動，對。然後從那個空間去發想，因為我們覺得我們都選定了波平寮這個空間，它必須要有一些因地制宜，或者是跟那個歷史環境有一些關聯的故事為基礎。作品的那個政治性啊，是你們特意要有的嗎？是，對，是，是。我們在關注就是台灣現在政治的現況，到底政治跟日常生活的關係是什麼？當我們把票藉由一些個人的喜好或是一些很簡單的因素投出去之後，我們其實就不管了，我們就等到下一個4年的時候，我們再去選另下一個人出來。全民共振是我們所有的人可以就花更多的時間，然後去決定我們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就是選出一個人，然後就交給他，然後最後我們只剩下批判他的這個功能。其實我們可以做到的是更多的。然後這個作品它其實我覺得提供了一個想象，就是我們對於政治可以有一個怎麼樣子的態度。你們作品很有趣，就是說你沒有刻意，就是我讓你在遊戲當中，可是你好像不得不去要想這件事，因為觀眾的確本來就可以，我看着就好了，我想不想你無法強迫我，可是你們的確可以強迫觀眾去想這件事情。我覺得這個劇場力量還蠻大的，我覺得。
在布雷希特教育系统理论里面，他其实也是把所有的民众，他的在剧场的概念上，它是更实用化的，然后更政治参与度的，它是跟政治更紧紧联合在一起的，其实是跟我们某种希望的政治的主张，或是对于政治的态度，它其实是彼此相呼应的。看到爷爷嘅含前30歲嘅後生人，個個發揮自家嘅創意才情，用熱情又深刻嘅表達出伊能對國家、對政治有很多乜嘅反省同思考，還此等用改貼拍的藝術表現嘅形式來影響觀眾，真見看到人會感動。作为一个想要表达意见跟想要让这个社会有更多可能性的创作者，在艺术创作这件事情上面，怎么更施力，或者怎么样更可以用更多样的方式去影响大家的想象力。我觉得是到目前为止，和或者是上位之城给我最大的感触。俺哋一下呢，俺第一摆看俺送白戏，也个送米支持呢对方也出戏嘅情形，俺哋头一摆看阿屯，也个创作者向下看，俺们唔知等下会发生乜嘅事情，向下来看哪生。会挖东西，很麻烦。但还有吗？闹钟醒了就起床了，你应该都猜得到。反正就是那个样子。女儿她很……等一下，每天都很……没东西，我们她以为你还在。先生，早安，我今天也很好，从来都不觉得痛。打过来问他。感觉有弹孔的衣服。有这边有块。有请多一点。对，最后一块了，好，只要解开最后一块，还2块，还2块。这不有关系吗？我好像没有那边看到。刚刚那一间没有找到哎，会不会有些在那一间？跟这个图有什么关系吗？这个符号是什么符号？你们刚刚第一次看那个观众玩的过程是什么感觉？他想回答。我觉得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预设一个好像很理想的观众反应状态。可是其实刚刚看完，因为那个很贴近观众的视角，就可能会有跟我们预期不同的啊，或是就没有想象到，让我们觉得很新鲜。我们其实都不想要去介入观众，所以我们会保持一个让观众自己在这个空间里面搜取的过程，而且我们也没有想要当暗装跟观众一起玩。但其实也没有太超出预期啦。但就是发现每一个人在搜寻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不同的，可能被误解啊、被误导啊，或者什么什么，那东西还蛮好玩。真的是互动吧？做了什么吗？那棵树，我们把电线这样整个拉起来。底下有什么？我买了什么？然后好像是真的有买什么啦？好像你们是第一组这样子。你们还有发现过什么？就是观众回馈或什么，让你们觉得很出乎意料的吗？有观众真的哭，被吓哭，对，或者看到纯子觉得很怕，然后有一些观众他们也会脑补很多过程。有人还帮我们出攻略。啊，真的吗？对，还有攻略，就是他，所以他不止去一次。对，有一些很多观众会去，然后因此再推荐别人去，然后他可能攻略比较隐晦，或者是他也有公开版都有。对，因为他们有出一个大家共写的文章，然后大家会把所有他们的线索全部写上。线索。对，然后就是有共笔这样。对，共笔。哦，这样好有趣哦。那我们回到那个就是作品执行面，因为执行的人比较没有讲到，因为真的觉得太搞纲了。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创作者都是受虐狂，真的。其实线索是我们大家自己就是一起发想的，然后线索当中也有遇到很多困难，就是因为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始，因为其实那个线索蛮环环相扣的，然后
然后会觉得，就我们没有办法站在观众预设角度去思考线索会怎么跑。我自己花最久的时间应该是在，就是因为你看很多房间，你踩那个健身房，它会驱动每一个房间。因为原本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拉很多线到每一个房间，但因为这是想要尝试用无线控制的方式，所以等于你在健身房里面，它其实里面有个中控系统。所以它在驱动每一间房间，它什么时候要亮，什么时候要关。重点它又要稳定，因为有60场的场次，它不是说演完一次它就可以拆掉。对，所以考虑到稳定性跟它的执行性，所以都做很多调整。配合上面吧，就到底是怎么把这个东西合进实质的制作上面？因为有时候程式要配合的是机关。就你这样摸了一下，背后控制的是一颗马达要去牵动一个东西，一个电磁铁要去 on 跟 off 的这个状况，所以比较多是在这方面的，就是机构跟程式上面的调整。对。除係空間、土地、線索嘅設計安排也到，如係模擬上嘅度會按複雜又按密模密接，對演員來講，未係過大嘅挑戰。我要去找他，你們可以跟我一起去。我覺得這好像就是某種必然的現象。這次的這個作品，它的挑戰是來自於，就是你跟觀眾是幾乎是零距離的，你的一個舉手投足，甚至你有生理的上的，比如說你打個噴嚏或是怎麼樣，他們是一目了然的。這時候對我來說很緊張的地方是，比如說我只是不小心的。打個哈欠或是打個噴嚏，他們可能都以為是線索，然後就會覺得啊，我是不是引導錯方向了？你每一場你要遇到的觀眾，你無法預知他是誰，然後無法預知他的性別、他的政治立場，他是年紀。當你打開門後，你見到這個觀眾群，你會累積一個你過往的生命經驗，所以你會知道，比如說你跟長輩們溝通，你要怎麼溝通；你跟年齡比你小的人，你要怎麼溝通。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演員上很過癮的挑戰。有時候有些觀眾就真的就是不理你，但有一些觀眾又會非常非常的熱情，想要跟你講話。然後當下，因為其實我們要能夠知道整個故事情節脈絡，因為他們，比如說他們問你，你爸爸是誰？你是誰？你幾歲？這種很有可能會讓前面故事你一講錯，其實前面故事邏輯就會是錯的，所以當下的靈機一變非常重要。演員嘅挑戰係要同按到無相同嘅觀眾按群內接觸同互動，韓國有3位導演要同時入場排戲，又係一隻當愛腦夾嘅大工廠。因為我們3個人都是導演，然後那時候我們一開始要拍戲的時候，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很理所當然，就是3個人一起進排練場，然後進了排練場2次之後，發現我3個導演完全沒辦法拍戲，3個人光是講話就講很多，然後討論起來就討很多，然後概念很難執行，然後鼎元一度就說先讓我試試看，然後因為我們倆就是一個導演在做，另外2個人話真的太多了，然後我們就分開，對，就真的就分開，然後比如說就是演出前的時候，就是真的。比如說他排某一段，他排某一段，然後我去做別的事情，類似像這樣。大概是怎麼分工的？我覺得現在狀況就是比較，現在狀況分工的方法就是誰有空誰做。不是這樣的。應該是說主要的概念跟創作理念，會是一定要抓到大家一起討論。對，就在創作的內容上，共識覺對我們來說蠻重要的，就是沒有人是特別去勉強，覺得說哦，我現在對這個東西的認同度沒有那麼高，而用比較暴力的方式讓它過去，就一定是全部人都對這個東西有認同之後，我們才往下走。那執行層面就會比較想辦法快速的去分工。所以你們覺得這個模式其實是應該可以走下去的，就不用一個 leader 這樣子。不太確定，因為我們目前網站只賣3年，我們也在看3年。總共話能講下說，大家都下睇啦，下面某個多一講嘅確定都係一個問題。事實上，經過130位導演共下來創作一出戲，團隊都看嘅得3年，有好多改動。
像这一次上位只剩对话，它的创作的方法，它用某一种共识对拼贴的方式去做。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个部分很特别，然后它可以呈现出这个作品很不一样的 quality。我们回忆到这个作品在编织起来之后，它成为一个完整的状态。到底是什么？然后那其实是有很多人的细节的想象，然后比如说他对于那一幅拼图的画，他自己出发了一个做诠释，然后到了整个东西被拼贴出来，但是他又同时是每个人朝向着那一个主语言的方式去诉说。我一直觉得那个感觉很奇妙。这次合作，我觉得就是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同时又觉得很有成就感。一开始没有这样子，就是共同决定、共同创作过。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那你们直接跟我讲你要做什么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渐渐抓到那个就是平衡，然后就会知道哦，那我是可以怎么样去做决定或是什么的，就是从那个做平面的东西开始。然后在空间上也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蛮疗愈的这样子。在大家一起做的时候，会变成你除了你是那个给想法的人之外，跟决定事情的人之外，你同时还是执行那个事情的人。所以这两个就是说要求跟做这两件事情，平常比较只担任其中一个部分，可是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会需要一直切换位置。那个切换位置的过程当中，反而会看到一些或体验到一些，就是原来做的人他其实负担着一个很大的压力，会更体认说跟你自己合作的人之间，你对他的要求也好，或者是他的 feedback， 有时候是因为他现在一个很制作的层面里，他没有办法想那么多的那个交互的过程，应该怎么样更 balance 去处理。反而年纪最小的是 hold 住大家。对，那你呢？我吗？我自己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从我的学长姐身上，就是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就是我觉得很谢谢他们，很信任我，就是把这么大的工作交给我。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所有在这个制作里面的每一个角色，他们都是觉得不可或缺的。那我觉得这是在做剧场，这么辛苦的这个工作之余，或许我们都在最追求的这个东西吧，就是我们的价值是被彼此建立跟定义的。然后我觉得他们从来不会去，或许他们吵架的时候归吵架，然后讨厌彼此的时候讨厌彼此。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当到最后这个成功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去占有这个成功，他们永远觉得这个成功是我们一起的。那我觉得这是我在他们身上就是学到，我觉得做剧场这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心态。你们有想过吗？有真的吗？因为一起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确实有样，以3人创作做得表现出以自家嘅风格。利用3人共下創作，做得相互幫襯。係講呢個團隊我一下做一項，同時用共下用頭腦敏捷，安尼也3人來共下創作，可以展現出來嘅能量如韓國大，同時咪做到韓國長久。我一下呢，喺台南嘅一間飯店，一下嘅時間係3點25分，半夜哦。唔怕過難想象啊，等下準備要看一出戲，一出戲非常特別，大長路搶一堆觀眾誒。嗰時候等下會搶眼一堆人團，樣樣睇空間空間，嗰時候有18間鐘，唔知會發生乜嘅事情，恐嚇來看下先。
观众朋友有感觉到一场睇下看一场梦梦，唔但唱场景、灯光、土地、每个环境气氛，就连最乡的人发生的事情，每如像係本夢樣嘅。韓國一定體配的係現場錄唱愛一對觀眾嘅。它不是一个演出，它比较像是一个经验，它这比较像是一个演了30分钟、45分钟之后，真的会进去观众的人生故事，然后他也会进去你，这是一种直接的一个交流。我觉得每个观众走进来，这个人的需求是什么？这个人我要怎么让他就是有点催眠？我要怎么改变他的心跳？我怎么去改变他的脑海的速度？可是我这种整个开房间就是体会你的整个身体，你整个所有的感官，你在喝东西，你闻到就是空间里面有一种讲不出来的什么一个味道，所以就是走进去作品之后，去开发你自己。當開房間也隨戲嘅導演郭文泰講一部作品，錄像係看全由2013年打造出來嘅夢境樣嘅，鬼鬧鬼詩意。25年前，郭文泰對美國來到台灣學北京戲，本單槍打算愛填土9張頁，三本充滿創意發力，交流起來有改前嘅台灣小劇場相讀，故所已留下來嘅。韓體1998年成立嘅合創劇團，創作出一系列融合嘅空間、燈光、色彩、聲音、動作、很多元素嘅藝術作品。一種強過視覺藝術同表演藝術當中嘅界線，用意象劇場來做創作理念，感覺有機又具有雕塑性嘅雙意識嘅劇場作品。推出過後，許多評論家如說到會起，天天呢觀眾引來引多，劇團未引來引出名。不過郭文泰使用唔點樣呢，感覺到意象有乃唔錯。加上我们的剧团越来越大，这样子当然就是很有成就感。我就是从小剧场到变成中剧场，可是这样子好像我们跟观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很多戏一边看一边忘记，或者一边看一边在想，我等一下要去哪里吃饭，或者一看完就我们去哪里喝酒。他一演完了，他已经不存在。所以这样子，我觉得你当一个艺术家，你当一个创作者。你怎么进去观众的人生故事？所以我们在2011年那一年，我就是开始觉得，我们怎么回到一个真的更正规的那种观众跟表演者的一个互动的可能性，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回到，就是更紧密的，就是表演者跟观众眼睛可以对到，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互动。我才刚看完，那个冲击其实还蛮大的，就是真的就像刚刚讲，很像走入一个梦境，然后刚好又在饭店里面，最后你是回到你的房间。你刚开始是先出现说我要在一个房间，譬如说这一间，你会先出现什么，然后让你继续去发想？基本上我跟素玲就是我们1月份下来了，然后也是凌晨1点半，然后在走廊走来走去，我们去大厅，我们去5楼的酒吧、餐厅，然后这样子就是会看、会坐着、会移动，然后就是摆在不同的位置，因为它的灯光设计也很特别，就是所以这样子在看这个空间，它需要什么，我们要补什么，或者哪里就是怎么去移动移位，不是我先说我们要讲什么故事，或者要演什么戏，而真的是按照空间去发展整个作品、整个空间、整个气氛然后就是你走进去，整个饭店就是一个舞台，当然就是很多客人，很忙碌的一个饭店，所以后来觉得，如果晚上呢，如果凌晨1点半开始呢，可这样子我觉得那种凌晨1点或者那种3点，我们最后一场是凌晨5点15分开始，我觉得那种东西是挑战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
有点像在马祖进香，那个马祖进香它也是会凌晨1点开始走，那种我觉得是对身体的一种挑战，它让你那种挑战之下，就是你所有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所有的感官更敏感。所以很多宗教会用这种时间去改变我们怎么去享受或者体会事情所以这样子，我觉得除了饭店之外，我觉得时间也变成我们这个作品主要的一个元素。唔但将空间、时间吞论摆我们对剧场嘅想象无嘛共用，我感觉到脱体无相同嘅。係到從演出如搶味道，一啲觀眾聽聽。講到也唔單唱係同人無相同，甚至有啲會本人知道咩唔解我會安尼做，個問題沒有以自家嘅看法。我們整出戲1位觀眾10個表演者，我這樣子所有那些演員的 energy 那個精神是給你。因为一般的戏，我们可能有200个观众，所以你要分给他，还是他，还是他，还是他。可是全部 it's just for you， 所以他们所有里面的那些情绪，他的开心，他的受伤，就是把他的那个力量给观众。这样子也是观众也是看他要投入，他愿不愿意展开他自己。可这样子，这个整个开房间的系列，就是他是期望我们不要避开，我们要面对。我们要面对别人，我们要看到他，让他也看到我们。这出戏完全没有语言，它有歌有音乐，但是完全是没有语言。甚至我对那个氧气罩的那个声音都觉得哇，它声音很强，因为周遭是非常安静的。为什么你会要说不重视语言吗？因为我觉得语言很直接，就是我们就天天我讲话，我讲一句话，我讲到一半，你可以把那句话讲完。我们太熟悉了，我们太了解，所以这样子透过意象剧场，透过画面、空间，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更可以进去观众的脑，可以更突破他的理所当然的那种接受讯息的那种方式。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是可能你受到什么影响吗？就是让你会促使你，希望你的剧场是这样子的呈现，或是说你觉得剧场的任务吗？我另外一个比喻说，像我们的作品比较像一个镜子，所以你在看那个演出，重点不是你在分析剧本写得好，或者演员演得好，或者导演或者灯光，而就是你在透过看表演而反射到你自己。像我们在国美馆，我们参加那个亚洲双年展，好多很棒的艺术家，我们做了一个12分钟的演出，然后我们最后一天演了10场，然后8个人出来，他们在哭，然后哭不一定是表示作品好看，因为他可能哭因为太难看就难看到哭，but 最少有一个事情在发生，而那个哭不是因为 Romeo 死掉或者 Juliet 死掉，他的眼泪就是因为他自己的人生。你为什么要那么残忍？那不是残忍，我觉得是好事情啊。因为我觉得，好多我们的娱乐，我们很多事情是要逃避面对爱，面对死亡，面对失望，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期望。而你面对了之后，你才可以真的去呈现。比方说，你真的看我的人生是这样子。我这样子 OK 吗？就好像我们在观众来看戏，要把他的头抓，然后把他压到水里面，压一下，然后他就压，然后他快不行，就是你把他头抬起来，他那个很用力的这吸气，你很用力的吸气，你才会去感受呼吸，活着，我存在。你到了很黑暗的地方，你才会感受到亮。
的一出爱观众听出爱直接皮相对看的戏，对观众来讲实在是只唔关的挑战。对演员来讲，也怕是一个冇可能的任务。那你对演员的要求是什么？因为你要他们不要演，所以当你的演员要有什么条件呢？我觉得他们就是要很大方，所以我觉得在找演员不是技巧，不是你演戏好不好，而这个人好不好，这个人愿不愿意给他自己，愿不愿意牺牲他自己，他要把他自己的心展开，他要把他自己的内在的孤独的痛的期望的欲望的失望都挖出来。因为你要一个演员不扮演，真的太为难他们了。嗯，对，因为我觉得那种有一个角色，你都可以躲在他的后面，那个眼泪是他的，所有的事情是他。因为就是要很近距离，然后你要感觉到，就是观众他可能就像你牵到他的手好了，然后你要感觉到他的温度。当你握到他的手，或者是当我的眼神跟他相对的时候，然后他会有给我什么样的 feedback？ 对，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对观众也好，或者是对我们表演的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然后也是在突破，说我可以凝视这个人的眼神多久。很亲密又很危险的感觉，就是去抓那个彼此的那种暧昧之间，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我觉得开房间也很就是看观众的跟我们打开的程度，特别是在最后一个空间拿氧气罩跟观众，如果在那个当下有一刻，观众真的被触动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是感觉得到，然后可能在那一刻之后，他眼眶开始有一点泪水，或者他开始有一点改变，我也感觉得到，然后那个东西就会很深刻。我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很细节的描述那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那是很深刻的感觉。我觉得在跟文泰工作的时候，常常就是或者是跟观众接触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以一个人去跟观众接触，而不是一个演员。尤其是在凝视的时候，是我身为一个人，他身为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在这边相遇，然后我们以人的身份在这边彼此凝视的那种感觉。無論係演員也係觀眾，以從所入到個文泰世紀嘅魔幻夢境，如聽出為屯本蛋嘅樣相顯現出來，為屯親真實的一面展現出來。過去嘅戲，卻從本蛋做嘅戲變出來虛假嘅戲。唔過睇個文泰技巧敏捷嘅安排下，點到屯真實人生路上一定難講出在。有天初愛面對嘅東西，盡快如題做出來。我觉得那种所谓的写实的戏，它不写实，因为在2个小时之内，一个人就是得了癌症，然后在面对死亡还是什么东西，或者一个人谈恋爱，然后他吵架，另外就是不写实。我觉得反而我们这种超现实的作品更写实。因为真的会，比方说你刚刚讲那个声音，他真的有声音，他真的在呼吸，他真的在对你给你呼吸，他眼神真的看到你，他的眼睛真的很湿，他真的会流眼泪，那不是演戏，他没有扮演角色，而真的就是真实的事情真的在发生，他没有角色，没有剧情，没有扮演别人，而他真的在做这些事情，那种东西就是一种。就是 defamiliarize the familiar，
把我们熟悉的东西变成不熟悉，让我们可以重新去体会我们的人生。所以这样子看完了30分钟之后，我是期望观众不知道上在哪里，下在哪里，左右就是前后，梦、现实都会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阅读的方式，把那个可以日常生活里面的结构打破了。一出按貼拍的戲，美拜如搶咗本幾十人看聽聽，想起來如此多個打賞。就劇團經營嘅層面來講，美國算唔錯。面對也走上唔係得兩難，郭文泰嘅看法做得講係改革層次。從製作的一個角度就不會賺錢，成本太高了，成本太高。對，但我覺得有一些案子是為了賺錢，有一些案子是……你有嗎？你有為了賺錢的案子嗎？好像沒有好，應該是要這樣子。我覺得，我教書，我是個教授，我不需要依賴河床來賺錢。可是你把它當作是一個藝術，一個禮物，一個你要分享給別人，你這是不同的一個目的。你不用去這個會賺錢嗎？這個觀眾會不會喜歡？因為這太多作品了，有人在討好觀眾。因為如果你的作品太挑戰性、太突破性，觀眾是無法接受，他會馬上這是什麼東西？所以看很多那些不同的視覺藝術家或者表演者，他們可能在當下人沒辦法接受，或者就是很邊緣。可是那個邊緣就是會改變那個時代的，所以你看 Van Gogh， 他畫的東西，他那時候就是快餓死，150年之後，他一幅畫就可以賣了$200 million。所以那個東西，我覺得突破，不要討好，要去實驗。所以這是小劇場、實驗劇場，真的要實驗。如果你的目的是錢，那也可以，可是我覺得跟藝術是兩碼事。是講上一本韓國島唔受人注意，也係個無人愛去教人嘅藝術作品，如做得發揮改變社會嘅影響力，如也愛有同樣嘅價值理念，同人無相同嘅眼光嘅企業，共下來展出完成。其實河床這種，他這個 proposal 啊，這個提案一聽就非常有興趣。其實對我們來講，我們最喜歡嘗試不一樣的東西。那除了客人受惠之外，其實我的同事、我的夥伴，不管我的設計、我的工程單位、我的櫃檯的同仁，每個部門接觸到河床的，因為河床就有改變了我們的房間嘛，所以各單位都要配合。那配合當中，也可以了解到，其實這種藝文團體為了要做好一件事的用心這種程度，其實從我們的飯店的業來看，其實也是相當值得學習的。會來看的人，他會去講河床的特殊性，那也了解說，台南老爺行旅，是在台南老爺行旅，他們也可以更間接了解我們。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附加的價值。郭文泰講，如果中意河床也兩隻事，河代表流通。床又有安心妥當來曬幕半夢嘅意思，聽起來佢合乎也鋪作品嘅意象，一場流通嘅夢。我滿意，我能講夢見創夢呢，係陶冶清頭前嘅意思夢呢。郭文泰嘅回答沒過有意思，因為我們就會把夢跟現實分開，可是我覺得反而覺得不用分開，我覺得我們這個世界就變成太多限制，我們怎麼看？我覺得讓它真實在呈現，所以它不是一個夢，它是真的在發生的事情。比方說，在第一個畫面，就是觀眾坐在那邊，然後有一個女生走過來看着你微笑，然後開始唱歌，然後就是還有另外一個人就把你圍起來，然後突然這種，對啊，如果這個人生
你在做捷运，然后突然就是有个人走过来，坐你对面，看着你，然后开始唱歌，就哇，好棒啊 ！It's a magical life。我们的这个人生就是有更美的可能性，不只是工作，不只是生活，而就是 magic。唔知观众朋友有感受到郭文泰讲嘅 magic 冇？睇现场嘅爱是确确实实感受到嘅。我咪相信，也把嘅经验也从梦地度改到嘅场景画面，如果留喺我嘅情感头度，改久改久。